涉嫌高價銀行員詐騙1億1000萬的律師尤光德，在3月2日，甲伊的電子手銬剪掉了後，對台南的站門溪口坐船啊逃亡海外。檢方甲海巡今日昨有掠到幫助伊坐桶的3個共犯，而且也查扣停佇咧安平漁港的船啊。目前這3個共犯攏已經成押禁見核准啊。海巡人員據船長所說，涉嫌和銀行行員鬥空組成詐騙集團，共計1.1億的律師尤光德，頂個月2日是這隻海釣船的運送，對台南沿海坐船起步檢查。目前已查獲協助游姓被告偷渡之共犯3人，並向法院申請羈押獲准，以及查扣協助游姓被告偷渡之船隻。尤光德在113年方裁定交保了後，是伊第一電子手銬甲監控，但是伊立錢透過細陳細糊的紙頭和細過船價鬥3工，破壞電子手銬潛逃出境。檢方追查，尤光德是坐細過海釣船對台南站門溪出發，來到澎湖外海了後，不明的船隻才甲接應。因迅速查到細陳的嫌犯等3個共犯，而且找到停佇安平漁港的海釣船。尤光德的老爸才個發出悔失的聲明，而且呼籲檢驗公正看台這案。就是安尼啊，即馬在澎湖，攏個錯面啊，啥物攏澎湖啊，啥物攏漁民啊，我有關單位的有法當好處無啊。澎湖的海巡人員帶證書犬來檢查坐船的車，尤光德是對澎湖外海潛逃，過去包括3連集團共治案的嫌犯徐孝東等人，攏把甲澎湖當作是潛逃的中繼站，嚴重影響到澎湖的名聲。檢方和海巡等單位和機關合作，加強巡查出入境的點，落實安全檢查。我們會加強戒警率，跟海巡署去做一些洽詢。船舶的軌跡是有些異常的，加強去做相關的攔檢跟安檢，也要拜託海巡署那邊在海域的巡防部分要去加強抽檢。其實可以滾動式的修正來做看看，舌頭或者是船東都是本國人，覺得罰則不重，我就有恃無恐嘛。幾年出來之後，又是一條好漢。或者說，我就找一個人頭進去，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部分其實可以試着拉高刑度，產生一些嚇阻作用。為着要阻擋載運偷渡的行為，入出國移民法捌在2024年修法，甲本地3年以下的刑責加重到1年到7年。但是，同款有不法的分子是持續幫助偷渡，為了時代有關程度，或者認為政府嘛應該對風土機制這制度面來做檢討，將這所在做伙做降低潛逃的可能。記者綜合報道。